这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 妈祖，我有情和联盟的天魔神界原在，我唔甘愿，我绝对袂认输。如果你妈祖发力不变，我绝对东山再起，绝对袂放你手。吴家历代以忠孝节义为分团家，多江黄门山亲临公正。 直处对方为七品公务总监督，伊个为基蒙群。七品官嘞？七品官到底偌大？一片啊？真大哦！哦，比皇帝较细，啊，比宝头较大，真大。啊是偌大啦？啊！黄老夫人舍身救孙，自费引教，殊适合相福。李玉凤心怀浩然，艰苦勤俭，并办尽职拜访，并树良田。李玉凤，多谢三胖子带阮台地。起来。 上主，啊我咧。我当然无甲你放我袂记啊！你遮尔友好，遮尔勇敢，为着洗亲爸母的冤屈，受尽苦难甲折磨。所以我想诉你，你若想要立功佚佗，随时拢会当来找我。哇，就好诶，你好就好。唔过，唔通失态。袂要紧啊，囡仔人本来就是安尼，天真可爱，欢喜就好啊。上主，你好就好，你好就好诶，上主。念我天宝啊！以后你要好好友好你阿娘，听你阿娘的话。还佫有，要好好读册，知无？上主，你好就好诶，多谢你啊，上主。随时来找我佚佗。好，嘿，上主。 伫个寒地踮遮尔久，对遮所有的环境拢唔感情。不过，即阵我都要离开啊，我心肝内实在像唔甘的。看毋怎讲，我毋是真正的本人，我一定要离开。要若无，我就真正对不起老家，对不起真正的本人。 等你三分钟来转来，你就讲我伫遮等你。是。文丽，林公主甲我讲，你想医好。是啊，你看卖咧，我的气势上较好。那
上方保健经理。阮的，看到你上好啊，嘛有笑容，我心内真欢喜。三公主，讲真实的，我实在就唔敢离开你。也毋过，我甲恁讲这一切，拢是命运的安排。阮的，你在想啥？无啥物啦，怎么都我？阮的，有啥物话直接讲，我啥物代志拢囥伫心肝内。三公主，你有爱我？阮的，敢讲你到即马，阁无了解我对你的感情？我当然蛮了解，你对我是真心真意。我对你，嘛是同款一片心情。你这么真心爱我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。三公主，请你以后爱好好保重。三公主，你今摆咧创啥？你要能做出这款代志？不对啦，你莫搁讲啊！我知你真介意我，也毋过感情这款代志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。三公主，时间无早，阮能辛苦体。阮的。阮的，是的。这段时间我有心伫你的身上，这嘛是逼不得已的。你老家发生遐尼大的变故，我心肝内嘛足艰苦的。真正，我嘛有想尽办法想要挽回，也毋过真可惜你阿爹一定安尼真没分我。本来，因为你老家做的，我拢已经尽力了。即马我都要离开啊！我敢若希望恁母仔囝爱好好照顾家己，好好保重。我一直想要将伊放袂记，也毋过，是安怎我也是安尼想伊。我到底要安怎做才好？我要安怎做才好？阮的，你来。你来找我，一定有代志。我听阮阿娘讲，
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，以前我一直苦劝阮阿爹，也毋过伊就是一直听，毋才会造成家里这款不幸。这一切是阮老家愧对掉的。文的，把这所有一切拢放互袂记，好不好？家风急变，甲不幸，我们哪有可能放袂记？三公主，我今日来这是要代替阮阿爹，向你请罪。文的，妈呢，紧起来。莫阁为恁阿爹的代志艰苦啊！我知影这种疼是需要时间才有法度甲伊放互袂记。也毋过你家己心内爱放互平静，莫阁伤心啊，好不好？不幸的过去是无法度挽回，也毋过爱珍惜未来。文的，答应我，对即马开始，你要更加坚强，互恁老家重新徛起。三公主，我听阮阿娘甲我讲，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代志，你不但无要追究，而且你对阮老家嘛无要操过来做。你为阮老家所做的一切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讲才好。好啊，啥物拢莫讲。我希望你会记得，我对你是真心真意，我对你的爱永远拢袂改变。三公主，文的，你伫咧写奏文，要去病房相信。是啊，父王交代我的代志，我拢处理好啊，所以要禀报父王。先说甲伊讲，我嘛要回京。文的，时到，你甲我做伙转去好无？是安怎？我爱含你同齐转去行啥？文的，咱两个的代志，父王早晚爱知影。你这样贤惠，这样有才华，阮父王看到你一定会真欢喜。
嘛一定会答应咱的婚事。相信我永远爱你，疼惜你，我会用一世人好好照顾你。我袂当继续搁安尼饲袂落去。即摆我嘛应该爱清醒，因两个遮尔啊输烦，我一定爱诚心诚意，祝福因两个人才对。较多吼，你爱的迄个人有来过哦。我爱的人，啥？三皇子啊，敢讲你袂记啊？三公主，是我爱的人。切，你两摆伫黑白讲好无？我根本就唔捌伊，而且我嘛捌见过伊啊。药啊本来就是爱试啉，唔得知影人改进，才知影要安怎对症下药。万一啉到中毒死去，要安怎？吼，你这话嘴啊！那迄善良人的命是唔值钱，就算讲啉无死吼，嘛袂有代志啊。身边已经有别人。这敢是传说中，啉落就将这世人所有代志拢放袂记的木煲汤。我猜你小龙女平常时遐尼聪明伶巧，今晚来变戆啊！我也毋是孟婆啊，嘛毋是要叫你轮回投胎，哪有可能叫你啉孟婆汤，互你袂记你前世的代志？那安尼这是？这叫做梦情汤。我知影你即摆为情离苦，爱河千手浪，苦海万丈波。求你不得是苦，求得了佫袂满足。就亲像你嘛讲过，人心相恋是真歹有圆满的结果。虽然你有心想要祝福伊，也毋过。其实你无法度甲三皇子放袂记，你嘛无法度斩掉这个情丝。我希望你会当离开这所有一切的痛苦，会当活甲真自在、真快乐，莫受到爱情的折磨。把这个梦情汤啉落去，你就会袂记你甲三皇子的感情。这是咧道理，道理过这个情关的苦海，在你家己决定。
三公主，啊，你这早就来啊？我有代志想要甲林公主参详。三公主，请讲。林公主这世救人，慈悲为怀，实在让人真敬佩。而且医术甲道法非常的高深，智慧过人，所以我想要聘请林公主做国师。三公主，我志不在享受高贵尊严，我甘愿甲松田影诺为邻，甲艰困的人为伍，甲生女凡夫为友，求法知所法用。我不求红色的温顺，请三公主办。林公主，见贤你不立己，这是不识人才。假使若是无法度聘请林公主做国师，嘛是朝廷的损失。三公主，你处事秉直，而且宽宏仁德。假使你后摆若是料理国政，一定是百姓的福气。因为我林怀德，行医济世是我永远的理想。我应该行我爱行的路，我会继续。既然安尼，我就无勉强。我即马就要回京，后会有期。送三公主。公主啊，既然你要这世救人，啊，若做国师唔是真方便，啊，你来不来答应伊啊？人活伫个世上，都要看会透、想会开。无任何一项物件是会当永远落伫个手头的。就算讲是搁较矮的人，搁较细的钱财，搁较大的官位，缘若是够，自然就会分开。所以讲，无什么物件是难写。哎，我准备好，那你出发啦。小龙女，较大吼，你爱迄个人有来过哦。我爱的人，啥啊？三公主啊，敢讲你袂记啊？三公主，你是我爱的人。切，你两摆伫黑白讲好无？我根本就唔捌伊，而且我嘛捌见过伊啊。哦，无代志啦。你两唔通袂记哩哦，咱阁有最重要的任务要完成。出发啦啦！行。小龙女，你一定要袂记你甲三皇子迄段感情，假使你心肝内无情的负担，安尼对你是上有帮助的。千里真正做饭的，你莫受很多哦。我今日要拍，我要叫千里。太公，你哪里做啥啦？你娘，你看伊两在闹，以后一定惹真侪麻烦。因两个嘛是趁这个机会通我修行。千里顺风，莫个乱丢你个叫，莫个乱。妞，以后伫个汉奸都会当到你甲树，安尼就有事甲分。所以，咱来定定坚固正道之心。是。望眼像孤芳小无听，孤单窗。到底是看到啥啦？我头仔看伊只恶龙空中，突然间阁无去。恶龙，你是讲师傅？伊连你都想要杀，伊已经是恁师傅啊。不管安怎讲，我是希望伊能忏悔，希望伊能拄起魔性转变善念，咱的日后就能看得生死之战。莫爱讲啊啦，小龙女，
恁事若有可能悔改吼，下摆我拢听你的，叫你梁大姊。好啊，顺风，赶紧听破郑浩玲哦，即马落伫什么所在？是。我听到一个声音非常奇怪，应该是郑浩玲我摸唔到，也毋过伊受重伤，伊的喘气的声音，哪有可能这么严重？根据我的判断，应该是伫个幽冥界。幽冥界，遐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所在。敢讲郑和灵王知影家己做个深谈，要以死下罪？无可能，以郑浩玲王的个性，伊无可能以死下罪。那你一去遐是要创啥？幽冥界，就是跳脱人鬼神三界、生死轮回之地。假使伫迄个所在，伊若运用伊的心魔功力，破除邪种，那呢伊就翻身跳出天罗地网，会当永远逍遥法外。日后咱若是要掠，都难上脚来。所以他伊即马受伤，咱要赶紧甲伊说好。是。仙门玉饼合玉鼎，此为天遁助文明。元神出鞘转定业，脱胎换骨炼精华，我欲逼出元神。将立地符，地符是八神甲九星的元首，地符阁是六甲之首，万物之尊。日后绝对是由我统领心魔之界，定心自灭，此时已到，毁灭自我，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奇怪，那有两是道青果，迄是天灵流星之果。郑浩亮虽然已经入魔道，也毋过身家未脱，所以这一定是甲因有关的。请你甲顺风你，是，赶紧查看卖。奇怪，郑浩亮行路甲喘气声音拢无啊？不可能啊！以恁的神通用观天测地，逆天北风，应该袂有任何差错才对。这间哪变安尼？真正非常奇怪，有神通已经点出来，哪变安尼？顺风，你是有认真咧听无啦？这么重要的代志，我当然有认真咧听，只不过真正听无。陈理干，啊你啊？可是讲郑和良伫咧幽冥界，是安怎？我无得确定伊行踪。奇怪，以恁的神通，应该是用观天测地，逆天北风，无可能有任何差错。要不过这间哪会变安尼？我嘛感觉足奇怪，阮所有神通拢已点出来啊，但款是听拢无，看嘛无。娘娘，请你赶紧说卖，梁王到底伫倒？哎呀，咱已经慢一脚步了。以梁王的身价，以月期就并联六鼎医局，已经天遁完全消失。娘娘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恁王母伫幽冥界嘛唔知走去倒，咱完全查袂出来是吗？参见要安怎？当初观世音菩萨，互咱的期限已经到了，咱来赶紧倒转去天庭，和平请罪。是。
菩萨主愿存心教你，愿能千里顺风，未能顺利达成任务，有福玉帝托付，愿娘在此成罪。林母娘，你甲千里眼顺风耳已经真上大能力啊！玉帝嘛谅解恁的辛劳，尤其是会当度化小龙女转善为善，这嘛是难能可贵。小龙女感谢菩萨的恩助。小龙女，玉帝随意降温，免对你进前的过错，这是你的天缘善果。也毋过嘛限制，爱你留伫天庭忏悔思过，静心修行，安尼才会当真正修好大家。是，多谢玉皇大帝施恩甲赦罪，小龙女会谨记在心，深深受教。林母娘，千里眼，顺风耳，你已经修仙道，依天接修，超生三界之外。嘛跳出五行之中，不过真好灵王非常坚强，而且也吸出了天地日月精华之气。虽伊受伤，伊定会找机会疗养修炼，日后出现，可惊会造成更较大的灾祸，一定爱赶紧甲伊抓回天庭治罪。菩萨，娘娘并毋是斗袂过净和灵王。只是心存慈悲，情和灵王定来借着跳，唔叫我就得手。菩萨，娘娘真正伤过慈悲，一直想要感化灵王，后摆灵王王阮拄着，阮袂放伊煞。情和灵王若搁出现，有可能改头换面，欺世害俗，造业伤身，你一定爱着决主。是，菩萨教令，愿娘一定全力以赴。我日后一定会帮助天下众生，远离天灾，脱离大难。天上一日，人间一年，转眼经过25年。在游冥界消失的景和灵王，行踪依然清白。在人间的霸州城怪病横生，无药可医，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官府又采取封城政策。只准进，不准出。留伫个霸州城内老百姓，可比坐咧等死共款。雨天天袂应，叫地地袂灵。伫无计可施之下，众人烧招来到妈祖庙，祈求妈祖娘娘早日显圣，也通解救霸州城内老百姓的性命。来走！快，我来这，进呀，去！这是人拢生一寡怪病，若是想要出去，只有一个死。我的进步。不可能的进步。老后辈啊，请你节哀。你愈伤心，你的查某孙嘛底咧艰苦。伊小小年纪就失去阿娘，已经有较可怜啊。你要较保重的，以后才当照顾你的查某孙。少年，你真是唔惊遐话着。阮阿娘嘛同款得到这款怪病，但是会传染，我早都有代志啊。这回怪病，别人唔知要来医，今仔食我药啊才好。阿公，阮阿已经食3贴啊，身体嘛是无较好。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爱连续食10贴，唔才会好。啊，毋过你的药有够贵，阮后囝继续食你的药啊，我就无当食饭啊。食饭？你都无继续食我的药啊？连咪吼，来替你老爹拜靠要饭，你知无？我不爱。
爱无？爱，我要按摩到家。有啦，阿娘配啦。头家，先甲顶家的事吼，清清的再讲。拄啊好。头家，拜托你，我搁要爱一条苗啊。顶家要钱放喺桌顶。头家，拜托你，阮阿娘。好啊啦，莫搁手扣条啊！拜托你啦，头家，我求你，我若是无摕到药啊，我就一直徛伫遮，一直徛伫遮唔走。头家，头家啊，头家，恭喜你哦！这是你新发明的补肾氧气汤。来，你先啉看卖。我叫你啉，若无我死头哦！头家啊，我伫咧遮3年外啊，店内代志我是拢足清楚的哦。小姐，今晚有你啉，你若啉落去吼，我告你一贴药啊！紧啉咯。好，好。安怎？我巴肚就疼。头家啊，这贴补肾氧气汤又搁失败啊啦！头家，我巴肚就疼。为了要救你阿娘哦，你较忍耐啦。阿红啊，阿爹，这香的3个过程吼，就是浸、啉、拍，每一个过程拢要抓到拄拄好，绝对袂用乱去的。爱先浸3摆油，上3摆香料，然后拍互干，绝对袂用咧偷工减料，袂用凊凊彩彩，这嘛是对心灵的诚意啊。安尼做出来的香啊，才会香，才会实在。咱毋才会肯买，知影无？阿爹，我知啊。做人就爱甲做友共款，袂当凊凊彩彩，爱实实在在。安尼哦，才袂互人看袂起，对无？无毋对，阿红，咱兜虽然散车，也毋过看到你遮尔捌代志，遮尔乖巧，阿爹也真安慰啊。来，饮茶啊。阿娘，你的气是好真济啊，搁继续食药啊，真紧就当好起来。来，秀莲呐，你莫搁再骗阿娘。阿娘拄着一款怪病了后，规身躯拢安尼酸痛，不三时呢，若毋是歹腹肚，就是安尼拍寒拍热。早一拄啊，都是无断开那尔，食啊一贴药啊，拢无较好啊。所以呢，阿娘甲你讲，你啊，莫搁再开冤枉钱，搁去买药啊，知无？阿娘，你唔通安尼讲嘛，你要甲心情放开。人咧讲，有10分的痛，就有3分是身躯的痛。
剩的7分拢是心肝的痛，你只要甲心情放开，真紧就会好起来。你是爱我讲几摆啦？讲以后无效就是无效啦。我甘愿死，嘛不爱啉，我不爱啉啦，我不爱啉。一定是明夏甲咧使性地啊！自从伊得到这个怪病了，规个人个性拢变去。少年呢？少年，我一个大囝，安尼知影，伊全的药啊是非常非常的艰苦，用心伫咧药效，药所甲伊糟蹋掉，我对不起。我对不起你。阿娘，你受到病痛一话，心情当然无好。查某囝无法度替你分担，是查某囝唔好，查某囝对不起你，请你莫阁自责啊。阿娘，阿娘。明夏，秀莲讲了无唔对啦，你着莫阁自责啊，心情放开上要紧，吼。我心情咧哪会好啦？恁全家为着我的怪病，世界去人笑钱，人伫讲我散鬼惊人惊。人若看到你，就敢若袂输看到鬼同款。你讲安尼，我心内袂疼，我哪会袂疼？明夏，借的钱我一定想办法去还，你着免烦恼这啊嘛。安妮啊，感谢人。感谢你做了疼惜我，也毋过靠你安尼素养袂友，哪有法度行安尼啊大笔的债务？我感觉我也是过去死死的甲亏我，死死的甲亏我。阿娘，莫安尼啦。阿娘。你以前有甲我讲过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你嘛有甲我讲，天哥会疼好人。阿娘，你放心啦，天哥一定会甲你保庇，保庇哦，你的病赶紧好啊。明夏，你有看到无？阿凤这么细汉就这么友好，知影要甲你鼓励，你就莫阁艰苦啊，要对家己有信心，知无？人讲3年唔开市，开市食3年，生意若继续这么旺落去，食迄30年有问题。赚大钱是靠时机，一点仔都无唔对。你又搁是安怎？吼，你足烦的呢。头家，今仔日的药啊，互我安尼差倒啊，我想要搁买一条。哎，即摆药仔起价呢，药仔是比黄金仔贵呢，你敢买得起啊？头家，我求你，你先互我欠的，我一定想办法还。好啦，我也毋是迄种无血无目屎的人，也毋过你共款吼，爱试啉药啊。请你阿妈，秀莲奶还袂转来，
定世界伫赚钱。我这以后的查某囝，最近我有听人伫咧讲，真一个善良人的查某囝，予钱表家去做烟花蕊。秀莲，你千万都唔通行迄条路哈！你若行烟花路迄条路，安尼就是死，死人冤客。秀莲，秀莲呢，紧转来！头家啊，这是照你的药方蒸的药汤，啊，伊叫要叫伊试啉哦。古早神农氏试百草，即摆只是叫伊试啉两碗药啊，哪有啥要紧？药啊本来就是爱试啉，唔得知影人改进，才知影要安怎对症下药。万一啉到中毒死去，要安怎？吼，你这话嘴啊！那善良人的命是唔值钱，就算讲你无死吼，嘛袂有代志啊。我再讲，这药啊是伊家要试啉的，生死甲有啥物关系啊？秀莲，你甲这碗药啉落去，我唔当试看这药啊是上客，还是效果会搁较好。安怎？唔敢啉无？要若无你凭什么要来欠钱拆药啊？甲你来治病呢？啉啦！来，还搁一碗，这碗搁啉无？秀莲啊，你有要紧无？有要紧，是想要吐。这是体质的关系，人若无死吼，表示讲这药还佫会用的，要毋过袂啉死人的。这是胃出血啦，你因为空腹腰排不足所引起，要毋过不要紧啦，阮一个面就过去啊啦。先来包互你，你先食，小不多小止腰者。阿孙啊，这药材真好哦，贵松松哦，要毋过欠的钱哦爱还哦。我知影。阿姊，你是去倒位啦？你阿娘买药啊？买药啊？啊，你哪有钱啊？无钱，我钱再想办法啦。阿爹呢？阿爹，你后院叫芳疗啊，明仔载透早来挂工。阿姊，你暗顿拢无食，
桌顶迄碗番薯糜是要留互你食的。我拄则伫药店啉2碗药汤，胃头我疼，食袂落。对啦，来，这包包互你食。肉包，我遮久未食肉包的呢。这包好食。对啊，阿姊，你也无破病啊，啥人要去啉2大碗药汤啊？无啥物啦，你莫问遮尔济，阿姊休困一下好啊。阿姊，你出去的时阵人阁好好，是安怎一转来，人就变安尼啊？阿姊，到底是安怎？你甲我讲啊！你甲我讲啊！阿红，你免烦恼啦，阿姊真是无安怎。阿姊，你莫甲我骗啦！你的面色遮尔歹，拄则佫讲你胃疼。阿姊，我是你的小弟呢，遮尔关心你，你若毋甲我讲实话，佫要甲我骗，那安尼我以后就歹检查你啊！哼！好啦好啦，阿姊甲你讲，啊，毋过你要答应我，你千万毋通讲老高去，互我爹娘知影哦。奇怪，秀莲到底做了什么代志？惊我知影。药店的头家用无共款的药材，抓无共款的药汤，叫阿姊试啉，看药效安怎。阿姊，你哪会遮戆啊？阿爹之前就有讲过哦，有人就是安尼试啉，结果就中毒死人呢。嘘，阿姊即马无死啊，你莫烦恼啦。啊，毋过阿姊，阿红，阿姊无钱买好的药啊，伫阿娘的病，我只好安尼做啊。只阿娘的病当好起来，就算讲阿姊知影是毒药，我嘛愿意啉。我一个苦命的查某囝，阿娘原本担心你会行上烟花路迄条路，去换药啊倒转来。听你安尼讲起来，竟然是用命去治药。唉，戆查某囡仔，你连命都无爱治，为着要救阿娘，你知啦？安尼我唔甘咧。秀莲，我实在拖累你。好，来，阿姊，互你。阿红啊，你会忝袂？若会忝哦，先去休困，好，来。我袂忝啦，阿爹，我是查某囝，你毋是讲过查某囝爱坚强，卡输若是会当退出内底，加做一寡代志，伫加做，绝对袂当花忝。阿红真乖，真好，小小年纪，就阿爹当初时的起票，赞。阿爹啊，当年你是武林高手，嘛是大家讲灵武状元，这叫做龙生龙，凤生凤。我甲阿红拢有你的遗传，真勇敢，唔惊吃苦。对对对，啊，秀莲啊，咱这个香哦，若较拼实，明仔载就去摕去卖啊，哦，加减嘛用害一寡债务啊，哦，来。我治疗这个怪病，来拖累全家。那呢，我搁再活来敢有意义？敢有意义心？娘娘，啥物？
安怎？天有异象，凶星照在。娘娘，啊，这是会变成什么情形？幽魂入墓，地狱风鬼，变者必死。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一定有奇情怪病出现咯。这个百姓一定生活了真困苦，而且是生不如死。娘娘，头样是巴州，赶紧来救百姓，救一个算一个。东安乡古旁小无定，孤单窗，伊我店。出去一步，一定爱死。对。我无就爱死。是。对。我只有死，这是唯一的解脱，才会连累我的全家。可能是有病，拖住，是。来者，到来，下几人？是。夫人，这良心已经无代志啊。对啦，有问题哦，免惊，保证你无代志。我才唔惊。老实讲，我无希望你救我。夫人，为什么你无希望阮救你？敢讲你有什么苦衷？我想不落死。大胆！妨碍公务，我看你是来找死哦！等，哎，我有代志偷偷讲啊，借问一下，这夫人到底犯什么罪？你一定爱伊的性命？伊无罪啦。啊？哎呦，等我想听唔对哦，无罪哦，无罪你要甲抬，安尼滥杀无辜，这个是拢无王法来着。你那滥杀无辜哦，阮要替天行道哦，要甲你教示一下哦。住手！这位大人，既然这个夫人无罪，为什么你要抬？这是镇南大将军的下令，只要得了这个怪病的人，任何人拢袂用个离开这个城。若无者，这杀无论，马上毁我！怪病？我唔对，阮是方面刑事，为着防止这个怪病脱开，阮嘛是不得已的。虽然人生无常，生老病死总是难免，也毋过，恁用这种毒热的手段阻止怪病扩散，安尼敢袂伤残忍？别打！阿娘，阿红，我是爸爸。玲霞，
啊，你破病治咧，哪样个偷偷走出来，害阮紧张到死个咧找你。好，你还阁细汉，阿娘实在是放袂落心。也毋过，这一切拢是命。人母仔囝的情分，只有短短一句，我就是唔甘心，也是无办法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一定会好起来，天公伯一定会保庇你，你一定要冷静落来，好有信心的，好不好？小莲啊，阿娘的病，我对你上清楚。讲实在，阿娘实在是真幸福，有一个友好的查某囝，友好的后事。真可惜，我袂当养活个。这是阿娘上界遗憾的代志。阿娘，小莲，你爱听阿母的交代。阿母若是无伫，你小弟还阁细汉，你还答应我，爱好我照顾你的小弟。哎，记得啊！阿娘，阿娘，你莫讲这好无？莲霞，你莫讲这种无结条的话啊！之前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无论咱的日子有偌艰苦，我拢经会过啊。而且我嘛会想办法，甲你的病医治好好。我这世人也无求啥。我只是希望讲，咱一家伙啊，会用好好过日子。阿姨，我嘛希望会当安尼。天父将另外，我这个身体，若是继续搁再安尼拖落，咱全家。跟我都我生我心，人伫咧讲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汉来时各分开。一世人你欠我有较济，也毋过咱的缘分就到这止。请你原谅我，阿娘，阿娘，快走你安怎无？你若要做这种戆代志，遮尔戆啦！阿娘，阿娘，你哪会当安尼做？你不是讲过你要照顾小弟大汉，你哪会当安尼做？阿娘，没事啦，阿娘，冰华，阿娘，冰华，阿娘，冰华，冰华。
林公主，多谢恁出钱出来甲我斗相共，处理阮某的后事，互阮某会用顺利火葬。恁这份恩情，我真正唔知要哪甲恁报答。阿姨婿，咱会当熟悉，嘛算讲是缘分。这件代志，你就莫搁放伫咧心肝头。我知影恁厝内面的困境，假使若有任何需要斗相共的，你尽量向阮开嘴。多谢你。武家超群，义薄云天。哎呦，阿义婿，你是学武的哦？是啊，迄是我少年时的代志啊，拢过去啊。我即马有岁啊，改行这样咧做小生意。无论我较早有外用，如今竟然连阮某的性命嘛保袂掉，我实在太对不起伊，枉费啦。世人记清，一切自有定数，你千万唔通搁责备家己。也毋过，若是受着命害伊，为着要拖累阮一世家伙啊，甘愿牺牲伊家己，伊种苦楚，虽然是逼不得已，也毋过，伊安尼放阮爸仔囝做伊去。留予阮世人遗憾甲痛苦。人千万唔通轻易放弃家己宝贵的性命。伊安尼做确实是成功，也毋过，伊做人的某，做人的老母，为什么一心想要解脱？就是为着要减轻恁的劳苦甲负担。伊确实嘛真无奈。阿义婿，我希望你会当转悲为安为定。公主，什么是为安为定呢？就是安心、定心。你千万唔通搁再悲伤，一定要互伊放下落。伊在天凄凉，才会当保庇恁规家伙啊！多谢林公主的开破，我即摆心情有较平静啊。是讲，阿义婿，咱讲实个啦，恁某吼是足歹命，已经无着几年啊，煞坚是要死，足可惜的，可惜啊！唉，拄着几年。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阿德吼，我来讲，伊的意思是讲吼，阮公主的这个意思有够厚的啦，不管是啥物怪病哦，伊拢会好，而且伊佫自卑，可惜啦。对啦，其实我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哦，阮公主哦，一向拢做事救人，啊是讲恁某已经死啊，救袂我，真可惜啦。可惜。我二婿虽然是一个练武的粗鲁人，也毋过我看会出来，林公主毋是普通人，嘛相信林公主有华佗再世的意思。也毋过，阮某即摆已经遭受这个不幸，希望伊是最后一个牺牲者，莫阁有其他亲像阮同款无一通医病的人发生这么悲哀的代志。阿义婿，你讲了无毋对，你放心，我就住伫咧妈祖庙。假使讲若是有困苦的人，你赶紧甲伊带来，千万毋通延误着病情。是啦，阮公主替人看病是无咧收钱的哦，所以哦，请恁放心啦，千万毋通因为无钱煞毋敢来呢。天下竟然有这么慈悲的人，敢讲伊是天顶的菩萨哈？红颜像孤芳，寂无听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听。
这来，这是你的药方，爱会记的。放开生死烦恼，你若是愈惊，你就心情愈沉重，安尼对你的身体无帮助，颠倒会愈来愈严重哦。吼、我知，多谢您工作。哎，来，阿伯，来，恁遮坐。林公子啊，我是不是要死啊？哪有救我？阿伯，你还阁有精神通讲话，你当然嘛还阁有救。你爱记的，你若是有活落去的意志，你的病就会较紧好，吼。我有救我，多谢你啊！阿伯，万项代志，咱拢要勇敢去面对。你的心情爱轻松，爱较自在。你会知影哦，心药是千金难买的良药哦。好，我来去开药方给你。多谢多谢。真奇怪，真奇怪，哪会真奇怪？想拢无。哎呦，你是咧奇怪啥啦？坐下过，坐下过。无啦，你想看卖？南方霸州这个所在，进前也无发生过什么天灾啊，是安怎有种怪病啊？千里啊，毋是我咧讲你，你的悟性真正有够歹，你敢袂记啊？观世音菩萨有甲咱讲过，千山万水多种多魔处，人间处处有凶险啊！嘿，对，有讲过，什么意思？你真正是，我甲你解释吼。观世音菩萨是意思是讲吼，咱伫咧人间吼，处处拢真侪凶险伫的，咱一定要尽心尽力来帮助这需要帮助的人啊。这我是知啦，不过我是咧想吼，华人间这个大千世界，真侪人为了要追求名利啊，互相陷害啊，安尼互相伤害，敢讲这个所在有怪病，是因咧报应，因自作孽的。袂使安讲，袂使安讲，善良的老百姓嘛是较济啦。吼，咱会当做偌济，咱就做偌济，爱尽咱的心，尽咱的力啊，安尼知无？吼，尽心尽力，紧嘞！林公主，我求你，你甲我救我，我求你啦！你放心，千虎甲万里已经去转药啊，阮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来，你紧起来。多谢你公主。你先遐坐。我有一个故事要甲你讲。以前有一个妇人，伊的囝过往，伊非常的伤心。这个时阵，拄好当着释迦牟尼佛经过伊的身躯边，这个妇人就赶紧跪伫佛祖的面头前，伊讲：佛祖，你遐尔啊伟大，你无所不能，是毋是会当甲我的囝救倒转来？佛祖就讲。好，我会用救恁囝，也毋过你爱去无人过往的厝内面摕一个火种，这个火种若是摕到，我就会当甲你的囝救倒来。所以这个妇人就四过走，四过去，走过来的传宗，到尾啊，伊发现无一个人厝内面是无人过身的。也毋过，伫伊咧走咧撞的时阵，伊的心情就变搁较平静，袂搁再悲伤。伊就倒转来甲释迦牟尼佛讲这件代志。这个时阵，佛祖就来开始。佛祖讲，死是自然的现象，是一种无常。伊讲恁囝是绝对无可能活倒转来。林公主，你讲这故事意思是讲囝无救的吗？不是，你千万唔通误会。我的意思是要让你这个做老母的了解，世间万物有盈亏，有生死，你千万唔通因为惊吓，伤过头悲伤。咱应该常常听人伫咧讲母囝连心，母囝连心。只要你的心肝内有自爱，
你的囝一定会感受到，自然伊就有坚强的信念，甲活落去的勇气。安尼你知影无？公主，我明白啦。我甲我心安定落，袂阁惊遐伤过悲伤啊。公主，药已经好啊，甲囡仔饲药啦。等一下，我来甲我囡仔饲药啊。哦，你想介好啊！来，细子好，来，小好，较细滴哈。多谢。你真是啦！安尼，搁啉一块，你家己囝都紧就好起来哦。公主啊，你讲了足对的呢。人讲母囝连心吼，只要莫安尼惊吓、悲伤，其实亲情就是上好的药啊。这做老母的心情若无得平静落来，就会影响囡仔的病情。所以哦，公主哦，先互伊心情稳定，才用母爱发挥药效。公主，安尼对无？对。是讲，公主啊，按这病势，到底得着什么病？因这个人，有的专心负症，有的当啊为家庭，拢无法度食药，所以身躯非常的虚弱，有的甚至搁吐过，所以应该是中毒。中毒？以我的判断，因是食到有毒的水，所以我要恁随时去调查，因啉的水是毋是有问题。是。阿红，乖，在这边头好开啦。阿姊，我啥物拢无爱啊，我只阿了得了我的身躯病。阿红啊，今仔日是我袂阁转来啊，也毋过阿爹相信，伊一定会保庇咱的。阿红，你这么伤心，啥拢唔食，你阿娘在天之灵若是看到啊，一定真艰苦，真唔甘的哦。来，乖，把菜吃起来，莫阁搞哈。阿爹知影恁阿娘的死对你的打击真大，也毋过你家己嘛讲过啊，你是查甫囝，要勇敢，要坚强面对现实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。咱的日子嘛是还阁过落去啊，知无？阿红，乖，来，在馒头。感谢祖先，请你保庇阮一家平安。阿红，会当较早脱离丧母之痛，我去买香，生理会当顺利，会当较早甲厝内底的债务还清。看阮阿爹承受这么大的压力，我实在就不忍心。
秀莲，阿好伯啊，要出去卖香哦。有啥物代志？你阿爹咧？伫后壁拍香，我去叫伊。好好好。阿爹啊，阿好伯来找你。哦好，我出来啊。阿好伯，我先出去卖香，你坐一下。好好，路就要小心咧。阿伯，你来找我，敢有啥物代志？有啦。来啦，较济啦。是安尼啦，二嫂，恁兜发生不幸，我能力有限，无啥物头甲你斗相共着，真歹势啦。阿伯，你千万莫安尼讲啦。进前我嘛欠你袂少钱，你拢毋捌开嘴甲我讨啊。而且，即马恁新妇共款嘛发生不幸，因为我留伫咧厝内照顾某囝，我都亲身去甲你斗相共。歹势人应该是我。咱是老厝边啊，免客气啦。你有你的苦衷，一切我拢了解啦。毋过我今仔日来是有几句真心话要甲你讲啦。你想看卖啊？以你目前的情形，干那靠做香要维持生活，就已经真勉强啊。要搁害成这务，真难呢。这我知影啦，就只好欠长内度豆豆害啊，早晚总有害清的一天，对无？欠长地度，你逐工食番薯糜，去配外口捡回来野菜，你毋嘛是艰苦了这个囡仔，你嘛会无体力呢。万一你的身体若扛袂去，倒落去，你这个家嘛就要崩落去。若真正是命中注定安尼，我嘛无法度啊。山车人啊，就是爱忍耐啦。咱若忍耐会过，无得确就会出头天啊。我嘛希望你会出头天啦。我今仔日来就是要甲你报一条财路啦。这钱哦，来，你收起来。阿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无缘无故摕这钱要互我？这是干那定金尔啦，后壁还有20两银啦，有够你后半世人的日子过啊真舒适咧，翘脚捻喙手就有啊。有人为钱赌性命，去做歹代志，我二师是无可能安尼做的。后伯，你若是要叫我去做歹代志，我是会甲你变面的。二师，你我是知心的好朋友呢，是会相听袂相害啦。我哪有可能使让你去做歹代志？安尼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啦？是皇宫内底大官派人出来选小太监啦，对方哦，拄啊是我的亲情，所以我就把这个代志引落来啦。二师啊，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呢。你的后生阿红，遐尼啊乖巧，遐尼啊伶俐，去做小太监是上适合要啦。往南乡古旁小无定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二师啊，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呢。你的后生阿红，遐尼啊乖巧，遐尼啊伶俐，去做小太监是上适合要啦。皇宫内啊，食好穿好。咱若好运有福气，能够得到丰盛的运长啊！
迄就不得了啊呢！迄就敢若喜耀良门啊！不但享有权贵的尊荣，嘛是为了恁江家来咧光宗耀祖呢。啊，二师啊，咱听囡啊，就是着要好过好日子啊，啊，着要好有前途啊！啊，甲囡仔带啊身躯边缀你咧食苦，暗暝真悲哀，真可怜。我看着吼，就心酸啦。后伯，我知影你是好意，也毋过，我绝对是无可能接受的啦。阿红是我唯一的后事。若是送会去做小太监，安尼，不但是我这做阿爹的人不义，嘛是我的无能诶。到时阵，阮感觉，毋就是家破人亡，那着我活落去，阁有啥物意义？啊，二师啊，做人啊，不用遐尼啊固执啦。善就爱变啊，啊变唔才会通。做人有当时啊，不得不向现实来点头啦。后伯啊，莫阁讲啊，讲啊，咱就伤感情啊。各位乡亲士大。这世界上有足侪无公平的代志，所以这人的心中难免会有怨气啊，有压力。这怨气甲压力若受多，心肝头就会结归球。心肝头若是结归球，心情就袂轻松，生活就袂快活。所以心肝头的怨气一定要甲排解出来。所以今仔日所有乡亲士大，恁的福气来了。心肝头的怨气，咱就要甲排解出来，这就是个上解好的排解方式。我手中这所有300块，也起来甲我讲三个。假使讲我互恁讲三个了后，我搁点点徛点咧遮无代志，恁着付我10仙钱。啊，若万不利，我互恁讲三个了后，我屁点咧涂骹爬袂起来，我无天性，付互恁3倍价钱，20仙钱，安怎？阿妹，这阵跳出来，来，跳出来，跳出来，来，好，我来试看卖。来，这位大爷，真感谢你，来。这个人敢若私心，并不是练武的人，哪会堪要搁拍？哦，这个人的身体真勇哦。是啊，够勇的。这10仙钱，好你。感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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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唐仔，唐仔，唐仔。来，还阁有啥物人要试看卖？来，哇！好，这位大爷，感谢你，感谢。来。真勇哦！我相信。够勇啦！赢啊！你是咧创啥？别来弄啦！来。阿兄，你害我目睭紧紧看你安尼风拍，我不忍心。我赢啊！来，大爷，来，继续来，来。我不爱，别拍，规日互我替你风拍。你，来，大爷，来，继续。感谢大爷，真感谢你，大爷。三请人趁钱，真正是咧搏性命。阮兜虽然善，啊，毋过嘛有人比阮搁较苦，搁较心酸。喂，要有人要去试看卖无？哈？哎，这位大爷，来，去试看卖来。阿兄，
哪着趁这种白名钱？华英啊，这哪会叫做什么卖命钱呢？阿爷是咧做功德，你敢无看？拄则遐个大爷吼，心肝头拢结规完，压力规大堆呢。阿爷事后甲因排解出来，安尼敢唔好？你莫伫我面头前赌强啊！看你安尼疯拍，我心肝内活听我艰苦，你敢知影？哎呀，小梅啊，你哦，阿爷敢是戆呆？阿爷嘛毋是莽夫啊！阿爷家己身体有几扭重，阿爷敢唔知影？我承受会起啦，莫要哭，知无？你莫伫我面头前哭强啦！娘娘，我真正就生气的。阿兄，就算讲你的身体讲到安怎样，嘛毋是天拍的，万一你互人拍死啊，安尼会我伤心，你敢知影？咱厝内底需要钱来维持家庭甲开销，阿爷无法度啊！阿爷只好踮伫咧街仔头做肉店，趁淡薄银两啊！阿兄，你是读过新学字的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回伤，这你应该真清楚啊！华英，你哦，莫甲阿爷讲遮尔多啦，知无？爱记哦，家己啊，等去厝内底哦，唔通互阿娘知影这件代志，知无？天生啊，我是认为你应该买来上药较对，毋是什么手啦。天生，毋是我你甲你纠正啊，你若搁爱赌强吼，强桥后要过今年。头家，多谢你的关心啦。也毋过吼，你若真正关心我，这三把手哦，算我较俗的。好。这好，你收起，多谢你。这点点啊，天生，天生，什么手起价啦？头家，歹势啦，你里头我先报你啦，好，歹势。我够啦，歹势，歹势。天生，天生啊！阿爹，我甲你斗相共无？啊无你甲遐香收收的。哈。将来啊，食好穿好，若好运有好皮，能够得到丰盛的运动啊，迄就不得了的咧。迄就敢若喜摇龙门啊，不但享有权贵的尊荣，嘛是为了恁感觉来咧光宗耀祖咧。咱听囡仔，就是着要好过好日子啊，着要好前途啊，甲囡仔带喺身躯边缀你咧食苦，暗暝真悲哀真可怜。我看着吼，着心酸啦。后壁讲了无？阮感觉三个单团，阿红若是入宫去做小太监，但呢，阮感觉毋着断香火，明夏已经做伊走啊，阿红若是搁离开，这是阮感觉上大的不幸。这就是我的命运。洪义山，溪水兄，看者，
内面坐啦，啊，坐啦。阿二师，你应该知影今日来的目的啊。是的啦，我实在是好啊，我当然是要听你讲这紧行钱，这才是上要紧的啊。就算讲无法度一解寒清，先寒一半有要紧啊。真歹势啦，阮某名下的双输得办煞尔，最近厝里真正是无钱啦。拜托恁，给我宽限几工好无？你无钱，我嘛是共款啊。日子已经过袂落去啊！你搁安尼甲阮拖，敢讲你要逼我去卖某卖囝吗？大家拢是有苦衷的啦，阿二师，阮谅解你，谁会当谅解阮？老实甲你讲啊，阮家囡仔已经2顿无食饭啊，你嘛小甲阮可怜可怜的。阿二师，会当欠偌济，算偌济，互阮渡过这个难关，算我救你好无？恁千万莫安尼啦，是我亏欠你，对不起恁的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这2工一定想办法，绝对袂搁拖，吼。好，我相信你一摆。多谢吼，多谢。阿二师，阿二师，练武的人重情重义，该道做休，心诚重德。如今我害人困苦无饭吃，都搁卖某卖囝，安尼枉费我伫这个世间做人啊！对不起人，无出家接受这个变啊，亏欠人，我个算什么男子汉？无出家叫做阿二师。是阿爹含慢无才调，阿爹重情重义，我囝仔对你不仁啊！代志到这个地步了，阿爹真正对不起你，你得原谅阿爹，好。原谅阿爹，阿爹对不起你。高龄，北乡拜拜。这位大爷，北乡拜拜。奇怪，咱雄雄感觉心头乱纷纷。敢讲是厝内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无要互阿二师将小弟阿红卖身去做太监，秀莲竟然带阿红离家出走，煞互这底下2个陷入更较大的危机。秀莲最后敢会当改变阿红的命运呢？千里眼甲顺风耳将何天生当作是情河龙王，也毋过何天生拍死嘛毋承认。天下的哪有这么残酷的2个人呢？这是卡合，这是情河龙王的诡计。妈祖娘娘要如何破解这个陷机呢？妈祖启示录，世间上什么人上快乐？啊，就是会当做甲宽容别人，会当原谅别人，安尼就是上快乐。因为伫你会当宽容甲原谅别人的时阵，
迄当时心肝内的烦苦嘛拢总消失啦。着你挑剔的缘投送，若通你身边已经有别人，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因阮心肝遐凄凉。夜梦离离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甘。青春赶无通，大声咧酒咧暗，看阮舞步眺望岁月流转。红暗像孤芳，寂寞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